我哋嚟到龍華嘅地鐵4號線上塘地鐵站 B 站呢邊啦，呢邊呢就係我哋今日要睇嘅樓盤啦，中海維德利2023年交嘅小區啫。呢個樓盤係比較新嘅，而且樓下呢啲商鋪已經係全部開晒，包括有嗰啲燒烤店啊、麥當勞啊、肯德基呢啲全部都有嘅。喺地鐵口行翻過嚟小區咧，都係100零200米，咁大家可以睇到樓下嗰啲麥當勞已經係全部開咗噶啦。維德利嘅南門行翻出嚟咧，嗱一個路口咁多都唔使200米就可以行翻過嚟簡上體育館。平時有做 gym 嘅朋友咧，嗱呢個咧就係龍華最大嘅一個體育館，裏面咧游水啊、羽毛球啊，包括嗰個籃球場各方面都有嘅，可以喺呢度去健身。預約咧仲有唔識得嘅 partner 同埋你一齊玩，都係30蚊左右一個鐘。喺上塘地鐵站 C7 口呢邊行翻出嚟呢，對面呢就係 AT Mall 上塘為大型商場嚟嘅，衣食住行乜都有。咁樓下呢邊呢，到夜晚就好熱鬧噶啦，有好多嘅人都會喺呢一度擺攤，宵夜檔、走鬼檔都特別多。我哋依家咧翻到嚟房間呢邊，呢一套咧係31樓3梯6戶嘅，23年交樓嘅，整個鞋櫃全部都有。呢個小區咧交樓嘅時間比較短，所以整體嚟講咧冇乜嘢使用痕跡嘅。95個方，佢做咗3房2衛，全屋都有中央空調，呢啲家私電器全部都有。咁呢邊仲擺咗有個雙門嘅大冰箱。呢戶型咧佢係朝南向嘅。呢陽台都接近有6、7個方，邊上呢啲洗衣機啊，包括收納櫃啲全部都有嘅。旁邊呢邊呢，就係我哋嘅地鐵4號線，咁呢一棟呢，喺正我哋小區花園中間，所以咧位置會比較安靜。Follow me，進來看一下。我哋裏面有2個房咧係用於居住嘅，咁好似呢一啲洗手間嚇，佢2個衛生間都採用緊係嗰隻咧智能馬桶嘅。咁呢一邊嘅房咧佢就冇住人，主要係做書房。嗱，對面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次臥，呢個房咧主要係留翻俾老人嚟住啦。光線唔差嘅，所有嘅房型可以睇到呢邊就係套間嚟嘅呢個主臥。咁呢邊擺個2米嘅床，甚至衣櫃全部都有噶啦。咁我又亦都發現咧，就係光線咧就係喺呢一邊窗口啊，一啲遮擋都冇嘅。好似呢一套房，依家租房都係8300蚊啫。依家呢一套咧係83個房嘅啫，3房1衛，門口嘅鞋櫃全部搞掂咗噶啦。咁依家咧我哋嘅廚房一啲使用痕跡都冇，因為冇住過人嘅。冰箱咧就係2手收翻嚟嘅，7300蚊可以租落嚟咁樣嘅一套3房。頂樓嚟嘅，光線好足，梳化全部都有。陽台呢度咧，佢唔係朝南向，不過嗰個光線採光好正，特別係呢個視野面嚇，可以睇到好清晰嘅外景。咁裏面咧就做咗一個衛生間嘅啫，但係衛生間裏面係做咗智能馬桶嘅，乾濕分離。咁3個房全部都有床噶啦。如果係一家大細喺香港翻上嚟呢邊住咧，好似呢啲咁7000幾蚊，喺香港你可能租隻1房1廳或者2房都難。但係你睇下呢一邊衣櫃各方面全部都有，一共先7300蚊啫。有諗法嘅老闆可以揾到我。